好，靠右手邊行。洗衫好。啊！超級都唔知有幾多年，可能有十幾廿年未畫過飛仔啊！啱啱頭先問呢度嘅保安人員點樣畫，我有冇攞錯飛仔啊咁樣？好彩問我原來要畫白色嗰邊，唔可以畫紅色嗰邊咯。犀利誇張，人哋仲以為我係遊客添。勁多人，其實咧我係冇 idea 要買咩數字嘅，有一陣間抽籤，抽6個號碼。抽咗呢6個號碼出嚟，有冇機會中籤？9號參台嘅哥哥仔幫我嘅9號頭嘅 lucky number 係咪呢邊走啊？呢邊。但係唔可以行呢邊走係咪啊？可以搭呢。